好多人以為忙性大係因為年紀到咗，其實唔係，呢個係大腦提醒你佢需要更好嘅養護。手機啱啱放低就揾唔到，講到一半突然唔記得想講咩，就咁睇落好似小事，但係其實係大腦發出緊信號。呢種變化唔係偶然，係你嘅腦細胞同神經網絡開始需要關注。咁研究顯示咧，25歲之後咧，大腦每年咧會流失大約1克組織，神經傳導效率咧都會逐年下降。聽落好似好可怕。但好消息係呢個過程其實可以透過生活習慣去改善甚至逆轉。大腦同身體一樣，需要正確嘅營養、適度嘅鍛鍊、充足嘅休息，仲有持續嘅學習同社交刺激。健康嘅脂肪好重要，因為大腦咧一半以上都係由脂肪組成。核桃啊、三文魚啊、深海魚啦，都係好選擇。每日做唔同類型嘅運動，等心臟將更多血液同氧氣送去大腦。瞓得好、瞓得夠，俾大腦時間去修復。學新嘢、接觸大自然、同人傾偈，呢啲都係刺激大腦減慢退化嘅方法。由今日開始，揀一個習慣去做，可以係每日食一把果仁，每星期同朋友見面，或者每晚提早半個鐘放低手機。大腦會用更清晰嘅思考去回報你。下期同你講點樣用飲食幫大腦補充能量，記得留意。